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與低壓槽相關嘅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股較潮濕嘅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。雷暴警告現正生效，另外出門前帶定把遮，備注意路面濕滑。現時溫26度，相對濕度81%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局部地區有雷暴，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。展望未來一兩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，亦有一陣驟雨。星期二天氣漸轉不穩定，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。隨住偏涼氣流逐漸影響廣東沿岸，未來一兩日該區天氣炎熱，亦有一陣驟雨。預料低壓槽會喺下周中至後期為華南帶來不穩定嘅天氣，該區會有驟雨及雷暴。預測今日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5，強度屬中等。預測今日顯著降雨概率為中低。跟住落嚟睇埋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北京多雲，布宜諾斯艾利斯落雨，開普敦明朗，伊斯坦堡落雨，洛杉磯明朗，墨西哥城孟買天晴，巴黎落雨，新加坡東京明朗，柏林明朗，開羅天晴，倫敦馬德里明朗，莫斯科天晴，紐約多雲，聖保羅天晴，雪梨明朗，多倫多多雲。今次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